三个女人一台戏。刚才吃早餐拼桌的时候，跟两位新加坡本地大姐我们聊的真的好嗨哦。当我说我的孩子23岁，然后说我出我的年龄的时候，他们特别羡慕。他说这样年轻，孩子都那么大了，哎呦，有一种小小的自豪感。然后我也顺便的跟大家讲一下哈，这2天我看到我们国内的新闻尤其是福州很多朋友你们如果春节去福州的话2月15号开始，福州的公交地铁全部是免费的嘞，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本国人，全部是不要钱的，然后一直是免费17天，就是正月15过后。哇，我看到了，我也可惜不是全国，是福州。所以刚才吃饭的时候，因为那2位大姐她讲到了福州，所以我就跟她讲了这个信息。然后呢，他们也是很喜欢去中国，然后我也给他普及了一些知识，因为他们之前他弄不明白，有一个大姐她说广东是不是就是广州我说是在我们中国是说省会的，好像广州省的广州就是广东省的省会，例如说我是安徽人，就是我们的省会是合肥，例如说南京，它就是江蘇省的省會，是這樣的。和多開心心不記恨，為當天歡笑着所歌，人看卻訴心的快樂，散吻風中敞開心鎖。誰願記滄桑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無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誰無有一些刻過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誰無有一些舊恨生磨，一點點無收錯？誰無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誰願意解釋為了什麼？一笑已經風雲過，和多開心心不記恨，為當天歡笑着所歌，人看卻訴心的快樂，散吻風中敞開心鎖。誰願記滄桑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無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和多開心心不記恨，為當天歡笑着所歌，人看卻訴心的快樂，散吻風中敞開心鎖。誰願記滄桑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無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和多開心心不記恨，為當天歡笑着所歌，人看卻訴心的快樂，散吻風中敞開心鎖。誰願記滄桑
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無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誰無有一些刻過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